根据调查，目前台湾食薰人口大约有500万，在门诊的病人当中，大约有3到5成的人需要解薰。食薰人口年轻化，每天食薰量平均10当前增加大约14%左右。不过，随着个人健康观念提升，有愈来愈多人想要解薰，但也不是化解就会当解。这个时阵会当透过解薰门诊的协助，解除婚姻。一般民众在戒烟的过程遇到的一些问题点，事实上我们在门诊的医师跟专业的护理师上面都可以给予足够的帮忙，包括药物啊、咨询的部分。然后我们知道戒烟的过程非常的艰辛，可能在戒断症候群的部分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随时会就有依照的国民健康局它推动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方案来做一些推动执行。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自费或者是有公费的那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可以做筛选。我们知道一些肺癌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那所以2手烟、3手烟的民众，如果有这个需求，也随时都可以来我们医院做这一步的评估。各综合病院表示，解薰3个月后，就会当看到肺功能的改善。解薰1冬后，发生心血管疾病危险性降低5成。解薰5到15年，发生中风几率嘛会降低，好处真多。目前解薰药物有非尼古丁以及尼古丁类，其中各综合病院有口服药以及戒烟贴片会当选择。各综合嘛有12位主治医师以及3位解薰卫教师会当协助民众解薰。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